其他消息来关心，6月16日是黄埔100年校庆，就惊有海客入侵。国防部伫昨昏对外宣布讲，国军要实施11天的治安警戒专案，会规工监控治安的动态。另外，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是表示，美军当地推动应变计划，会伫台海部署真侪无人机舰，万不至解放军拍台湾，就会当随反制。法务部调查局的官网查到下晡传出告章，官方澄清讲这是实体的线路告章。本地国防质疑讲是网络歹徒入侵。国防部11岁宣布进行11天的重要活动治安警戒防护专案，规工监控治安动态。国防部长郭立雄讲，就是要因应6月16黄埔100年校庆，因应6月16的黄埔100年校庆的事情，那我们认为在这段时间，相关有可能这个骇客的行动会有高升的一个情况。全面治安警戒加上7月汉光演习，防范网络攻击变作焦点。那呢，安怎防范第5枪队渗透的风险？立委辛碧荣建议讲，有可能和中国党政军有接触的，都应该加规范。他可能时常跟中国的党政军有接触，这可能是比较风险高的人。我认为立法委员的风险是非常高的。他去中国能够见到的这一个官阶也高，他能够接触台湾的国家机密也多。中国对台湾一直施压，美军印太司令帕帕罗正正接受美国作家罗金专访的时阵，讲到当在推动第6警上的应变计划。那中国军队讲台会伫台海部署大量无人机舰来反制，争取美国和兵帮集结兵力的时间。学者分析，部署大量无人载具，会当强化火力的投射能力，有效运用有限的人力。它本身可以作为一个火力投射的载台，比方说它可以携带大量的飞弹，或者是大量的这种长程打击的火力去针对目标进行攻击，协助你的击杀链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之下，仍然能够延伸出去对抗敌人的入侵部队。对待国际伙伴展现挺台湾的态度，国军11嘛公布敦睦舰对3只军舰在经过南海的时阵，活停在太平岛外口的画面，嘛代表维护海疆的决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